我也要恳求你，由愿赐福伫因的心上，甲因的家庭，互因拢平安顺遂。约翰福音约翰一书1章9节安尼讲：咱若认家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一定会赦免咱的罪，洗净咱一切不义。只是咱为着家己的罪，为着咱所徛起的这个土地所犯的罪，咱献上祈祷，咱当心做伙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老。我恳求你，恳求你甲阮三家弟弟，主啊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甘心降服伫你脚前，因为你的疼轻愿归于你。也毋过，我常常来得罪你，伫个无知中得罪你，求主拄起阮肉体的软弱，帮助阮自觉脱离卑贱的事。请天父上帝啊，感谢你相思，求主耶稣成做阮万火源头，求你用宝血洗净阮，求信心更新阮，恢复阮家己中间破碎的关系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所以咱为着国家、社会、世界局势和平，复兴台湾正教会，正做传扬平安福音、救赎稳定的教会，咱做伙同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王，主啊！感谢你掌管所有一切，你是和平的君王。台湾做伙来到你的面前，为着阮所徛起的国家、社会、全世界来祈祷。主啊，我恳求你，我恳求你，翻转你土地，翻转。主啊，阮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掌管万物，你是和平的君王。但愿做伙来到你的面头前，为着阮所徛起的国家、社会、全世界，阮献上祈祷。主啊，求你怜悯，叫这个混乱的世代得到你的平安。愿你的公义领导，得个个，互执政掌管的人有敬畏你的心，行出正直公义的事。为着台湾，阮嘛献上祈祷。求你复兴阮台湾正教会，互教会起来发光作业，传扬你的平安福音，叫互更较侪人来明白你的救赎恩典。主啊，愿你的灵运行伫这个全地，医治受伤的心，安慰困苦的人，互世界呈现你创造的美好和平。愿咱的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接下来，我们为着家己、甲教会兄弟姊妹，咱献上祈祷，为着你的家庭生活、灵命成长、人际关系、工作、财务经济，咱献上祈祷。嘛为着教会身体病痛、心灵软弱、忧闷的兄弟姊妹，咱献上阮的祈祷。那不管你是知影伊名还是毋知影伊的名，咱会当为伊提名来祈祷，咱当心阿头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咱当心开嘴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阮感谢你听阮，时常保守阮，但阮嘛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保守阮每一人兄弟的心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有了你，是阮的主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阮感谢你听阮，时常保守阮，但阮也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，无受攻击，心内有平安，有信心，有喜乐，有愿望。主啊，愿交托阮的家庭生活，人甲人中间的关系，阮的工课，阮的财务、经济，拢交托伫你手里。
求你引带赐智慧，互阮一切代志中间拢有经验你的稳定。主啊，嘛求你纪念教会中身体病痛的、心灵软弱、忧闷的兄弟姊妹，求你医治、安慰、扶持因，互因终生得力，得到你的平安。主啊，愿你的疼充满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做伙徛起伫阮，互相扶持，叫你的名得荣耀。接下来，我们为着教会同工，甲逐项事工，咱献上祈祷；为着牧者团队，中职同工，牧区的区长、小组长，各团队的首长，全职同工，献上祈祷。我们为着教会的属灵气氛，较无信心，祈祷大灵，喜爱上帝的话语，热情的敬拜。嘛为着幸福小组开始这日丰收的感恩节期，也只适合50许年的逐项事工。特别咱为着新选出的长老职事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感谢你的心，所有的心灵，我们的上帝，感谢你使教会，我们拢。主啊，阮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设立教会，互阮拢有份伫你奇妙的计划当中。但阮同心合意，为着教会同工、各项事工献上祈祷。主啊，求你恩待牧者团队、中职同工、各服侍团队的首长、小组长、区长，甲全职的同工，阮献上阮的祈祷。主啊，求你更新教会的属灵气氛，互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当较无信心，经历祈祷的大能，喜爱你的话语，有热心敬拜你的心，愿信心的火继续点导，互教会充满生命甲盼望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恩待阮的牧者团队、中职同工、各项服侍团队甲团队首长，叫阮满有属灵的恩赐。服侍有智慧能力，互阮有爱心，愿信心亲自充满阮，互阮哪服侍哪甘甜，哪服侍哪有快乐，一切拢为着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我们为着幸福小组来祈祷，感谢你带领阮进入丰收甲感恩的季节。愿每一个邀请，每一个分享，每一个关怀，拢结出生命的果子，叫更较侪人入捌你的救恩甲平安。主啊，我们为着迎接适合50许年的逐项事工来献上祈祷，求你引带头前的路，互每一项筹备、每一项活动，拢会当合你的心意，真做见证你信实的大代志。特别为着新选出的长老职事，愿献上祈祷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拣选、坚固、顾破因，互因有谦卑的心、忠心的灵，有智慧、有听、有力量，做你忠实的奴仆，一生行伫你的旨意内面。主啊，愿阮教会成作合一、圣洁、满有爱的教会。叫你的名大大得到荣耀，哈利路亚！愿咱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阿门。最后，咱为着今仔日2场礼拜定时，詹牧师的讲道，咱献上祈祷，哈利路亚！求主会当高我詹牧师，互伊所讲的每传讲的每一句话，拢会当认真，带着信心的能力，互詹牧师传讲的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
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我的你，阮的天父上帝，阮就今日礼拜定数交托伫你手里，求你亲自掌管，互一切敬拜、诗歌、祈祷、信息融合你的心意，叫阮的心专心敬拜你，听听你的话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爱你。主啊，阮的天父上帝，阮将今仔日2场礼拜定数交托伫你手里。求你亲自掌管，互一切敬拜、诗歌、祈祷、信息融合你的心意，叫阮的心专心敬拜你，听听你的话。阮特别为着詹姆斯来祈祷，求主你亲自高满伊，互伊所讲的每一句话拢当认真，带着信心的大能力甲稳固，愿你的话照着伊的嘴出来。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安慰软弱，建立信心，满足需要。主啊，愿今仔日的礼拜，拢有你同在，叫每一个进入你殿院的人，拢得到更新，得到力量，得到平安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任何的环境，拢免惊吓。全能的上帝，伊要保护你，你毋免妄惊，也毋免惊吓。全能的上帝保护你，任何的环境，拢毋免惊吓。全能的上帝，伊要保护你，你毋免妄惊，也毋免惊吓。全能的上帝保护你。虽然有夜深软弱无助的时阵，全能上帝伊要看顾你。人生的大风大雨临到的时阵，全能上帝伊要保护你。主你是我的脚伴，主你是我的山寨，主你是我的翅膀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耶和华。是啊，主啊，你是我的脚伴，你是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翅膀，你是我的力量。主你是我的山寨，主你是我的翅膀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耶和华。虽然有夜深软弱无助的时阵，全能上帝伊要看顾你。人生的大风大雨临到的时阵，全能上帝伊要保护你。主你是我的脚伴，主你是我的山寨，主你是我的翅膀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耶和华。主你是我的脚伴，你是我的山寨，主你是我的翅膀，我的力量。哈利路亚，爱主啊！主你是我的山寨，主你是
是我的耶和华，就是咱做伙来徛你，咱来做伙敬拜咱的上帝，咱来大声唱，大声来学咯咱的上帝，哈利路亚！来大声唱，来大声唱，咱着这声。将来，哈利路亚！主的心，我的梦，我的心内我可你，你那我可你的拢袂行，天后你的地就开啦。主耶和华，我的心，我的梦。我的心要我靠你，今仔我靠你的拢免惊，天后你的天就开啦。主耶和华，我的心我的王，我的心要我靠你。拢免惊，天后你的
你的荣耀冠过全地，你统管万有，你伫你的房，万国万民拢敬拜你。你是行奇妙神事的神，你无有咱这的事。我心要坚定，我嘴要好路，也予我主伊掌管。主也好我的心，我的路，我的心要我靠你。你若我靠你的路，免惊。幸好你的日就开来，愿你的荣光挂过诸天，你的荣耀冠过全地，你统管万有，你伫你的房，万国万民拢敬拜你。你是行奇妙神事的神，你无有咱这的事。我心要坚定，我嘴要好路，也予我主伊掌管。愿你的荣光挂过诸天，你的荣耀冠过全地，你统管万有，你伫你的房，万国万民拢敬拜你。你是行奇妙神事的神，你无有咱这的事。我心要坚定，我